約翰福音第16章。我將這條事老你哋講，為本你哋嘅信心唔會搖動，佢哋會將你哋腳出非堂，這時節就會到嚟。佢哋殺害你哋嘅人，會因為佢哋所做嘅事情係忠心侍奉上帝。其實佢哋會咁樣做，係因為佢哋唔識阿爸，也唔識我。我老你哋講這條事，係愛本你哋在這時節來到嘅事，想到我識老你哋講過，我當初冇老你哋講這條事，因為我一直同你哋共下。這下我愛多盡嘅在我來嘅機會去，你哋當中並無人問我，而愛去哪位？反正因為我識將這條事老你哋講過，你哋就滿心憂愁。事實上，我老你哋講，我轉去對你哋較好，我冇轉去，佢保惠師就唔會來你哋兩位，我轉去就採佢來。佢來嘅時，佢愛對世間人證明，佢哋對罪、對義、對上帝審判嘅看法全部唔錯相像。佢哋對罪嘅看法唔錯，因為佢哋唔信我；佢哋對義嘅看法唔錯，因為我轉去阿爸嘅位，佢哋唔會再看到我；佢哋對上帝審判嘅看法唔錯，因為這世界嘅王已經受審判。我還有千多事愛老你哋講，總係你哋這下把唔贏。等到屬真理嘅聖靈來到，佢會帶你哋進入所有嘅真理，佢唔會照自家嘅意思講話，只有將佢所聽到嘅老你哋講，也會對你哋講將來嘅事。佢會榮耀我，因為佢會將佢對我所領受嘅老你哋講。我把所有嘅一切全部係我嘅，所以我講，聖靈會將佢對我所領受嘅老你哋講。個無祈求，你哋就看我唔到；再個無祈求，你哋又會看到我。學生當中有幾個人彼此講，佢老我哋講，個無祈求，你哋就看我唔到；再個無祈求，你哋又會看到我。又講，因為我轉去阿爸嘅位，呢條話到底係乜嘅意思呢？佢哋又問，佢所講嘅個無祈求係指乜嘅呢？我哋唔知佢講乜嘅。耶穌對佢哋上岸問佢，就老佢哋講，我講個無祈求，你哋就看我唔到；再個無祈求，你哋又會看到我。你哋因為兩句話問來問去希望，我實在老你哋講，你哋會傷心大叫，總係世間人會歡喜快樂；你哋會憂愁，總係你哋嘅憂愁會變做快樂。富人家生產以前會憂愁，因為受苦嘅時間到嚟；總係餓眼湧出嚟以後，就唔記得痛苦。因為佢歡喜餓眼已經出世，你哋也係一樣，兩下你哋有憂愁，總係我在見到你哋嘅時，你哋就會滿心快樂。你哋嘅快樂係無人搶得走嘅，到今日你哋就唔會再問我乜嘅。我實在老你哋講，你哋奉我嘅名，無論對阿爸求乜嘅，佢一定會賜俾你哋。到這下，你哋唔是奉我嘅名求過乜嘅，從今以後，你哋求就會得到，俾你哋嘅快樂滿滿。我用比喻老你哋講這條事，總係時間未到嚟，我冇再用比喻，係愛明明將阿爸嘅事老你哋講。到今日，你哋愛奉我嘅名求。我唔係講我愛推你哋對阿爸求，因為阿爸自家錫你哋，佢錫你哋，因為你哋敬愛我，有信我係對上帝嘅位來嘅。我對阿爸嘅位來到這世界，這下我愛離開這世界，
轉阿爸嘅位去。學生對佢講：你看，這下你係明明講，並冇用乜嘅比喻。這下我就知，你無所不知，無需要人對人講出佢嘅問題，因為咁樣，我就信你係對上帝嘅未來嘅。耶穌講：這下你就長心嘛，看啊，時節未到咧，這下就是你就全部為分散，得撒轉去自家嘅地方，留下我自家一撒。其實我唔係自家一撒，因為有阿爸同我向下。我將這條事老你就講，係愛你就因為生在我地背有平安，在這世間你就有苦難，總係你就愛勇敢。我已經贏過這世間。